啊，整有個。我有尿袋。有3袋啊，馬叔。係咧。大少少啦，大少少拉開。老闆落去。5號3分，3號籃板。呢個轉身。7號1次起手，17號 block， 第2次入。7號2中1，21號1球 block。係好。換人。你可唔可以做下假動作啊？係咪正？做啦。做唔得呢啲嘅。正啊！出聲啦，用聲去溝通啊！好餅。繼續。你假啫喎！21號犯規。呢個波慢慢打。裏面就係打。7號入1。7號入晒。換 B。21號2分唔入。見到後邊啊！出！後邊啊！喂，飛都係來夾啦，跟回傳啦。17-7，2分。有特拉喺度，我都係啊。我係幾達啊！19-11。可以話打特腳啊，帶邊個4號得3號？OK。頭先係11、3分。3號貼。博士啊，出手啊！出嚟做乜嘢啊你？炒。咁咪射咯！21號2分唔入。跨。小心撞板。我哋波。8秒進攻。哦，呢個幾好。11號3分起手，係咪4號波？11號3分起手，4號。唔通自己波自己有咩？好，換人啦！大家。
快一步啊！快一步！係一路啦！OK 啊！恐怖嘅，你一多謝。會4號起手23 block。好，繼續逼！冇做。17助攻冇唔入。開手！佢啦，你會唔會企死喺度啊？真係勁驚咯！換人啦！啊呢個都係好快嘅。係咩啊？驚咩啊？下球啊！做咩你要偷佢波咩？你要偷佢波咩？殺佢一邊，你都識唔係偷佢波嘛？係咪啊？咁咪唔好偷佢波咯。做唔到你自己角色個嘢嘅。知道冇嘢，我好驚咯，但係唔知。邊套啊？睇出嚟啊！呢個係黐準，喺個前邊係。OK。繼續喺個前邊轉咗人啦。唔係釘人，唔係釘，喺前邊唔好俾人上去，輕直先。我超大膽，我今日第一個就。算把啦你！嗰次睇撈緊斬兩斬啊呢埋。你記得。17傳6 3分。4號3分，34號助攻，4號3分4。34助攻，6號3分。死球換人。都俾你記得上次睇 logo 嘅時候。咁嗰下真係好恐怖。有幾恐怖啊！佢咁樣嗰啲聲嘅。但好睇。落咩做乜嘢啊？繼續飛落去左右係。藍色6號。藍色邊張3次係咪？咁你咪預咗去過個位咯，逼佢。繼續8秒，5秒。仰手。睇唔到。攞把。4號3分，4號籃板。推咗先。講過啦，係咪件事？你唔改都好用嘅喎。周回睇下人成邊㗎？係咪啊？點解兩次？跟住都喺人前邊㗎，你俾人後邊去啊！有啲位靚，頭先嗰個都係咁樣。4傳10唔入，4號籃板，喂，4號steal， 4號2分，10號，有10號咩？你睇下。好似係10號犯規。藍色邊花門係冇人講嘛，暫時只係起手啫。1分鐘。肯定球地就有啲位係超靚，幫兩隊波都要幫曬波，球停個位。我呢輪打快球。8秒進攻。1傳23，2分唔入。17啊1。睇錯，唔使打啊嘛。右邊右。19傳2，2分唔入。好啊！4號籃板，4號2分入。追住，啱晒，陣間回傳咗。17傳34，2分。
快少3、 2、1。第三節完，31比14，白衫領先。